公安市发示独家新闻，全世界拢收紧咧做这个预防射。台湾的国产疫苗嘛要拼7月份会使量产，这唔那拼时间尔，嘛要拼产能。虽然讲咱国家国产的这个疫苗生产速度无像国外大厂遐紧，也不强调讲稳定较悬，稳定度较悬。副作用呢？副作用较细。到底这疫苗做到人体进前会经过什么关卡？是安怎做出来？透过阮记者雷亚甲黄水林的独家镜头，带咱乡亲来去了解。国内疫苗厂努力了1年多，就等手上这一瓶新冠疫苗，到底怎么做出来的？今天我们来到厂房，带您一探究竟。在经过多次的实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真正进到疫苗生产原料的厂房。而在进到之前呢，所有的装备都得要穿齐，包含了防尘衣之外，口罩还有头套，通通都得穿上。连摄影器材嘛拢总爱消毒过，袂使漏胶。入到厂房有无同款的房间，这叫做疫苗制作的上游区，专门制作疫苗的主要原料。从实验室研究出这一小管里头是含有新冠病毒 S 蛋白基因的细胞，最后呢是要放大到这2000公升的发酵槽做培养，而这个过程至少就要1个月才有足够的疫苗原料。2000粒的发卡槽内面的温度、上锁拢严格控制，上少会使提供1000万剂疫苗原料。最后，搁透过隔壁的房间有一支一支白光的仪器过20级，纯化出真正要纳入疫苗内原料。我们人在进来操作的时候是最大的污染物，那污染来源呢，可能是我们身上皮屑或是粉尘等等。那这些粉尘或是细菌，只要有一只细菌掉到我们的发酵槽里面，可能就会让我们整个制成失败。这个制成一批大概就值好几千万的原物料的这个价值。纯化出来原料，再搁淋一寡药剂，才会使滴入干仔内。疫苗装瓶区，所有要装疫苗的瓶子都得要先经过清洗，接着杀菌的动作。来到最里头的充填区之后呢，把疫苗冲进一瓶瓶的瓶子里面，就会看到您眼前这样一个一个的半成品。而这些半成品最后都得经过检验，还有贴标签的动作。每一个机台拢有操作人员伫顾，确保流程有顺。这个机台一开，人一徛，上少拢爱4点钟。先后控温25，控温25。取20迈，取20迈，对。严格检验来到检测区，疫苗都要做身份加内容物的确认。进到市面上之前的话，我们会经过一定相当流程的检验，那里面可能会包含它的不纯物，那确认这些不纯物的含量在一定限量之下，对人体不会产生危害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会做所谓的含量的分析，确认说我们出来的产品纯度会达到一定规格之上。必须要通过真济关的检验程序，确保疫苗安全，最后才会使注入人体。过来疫苗厂用真济人力甲心力。这拼就是要证明，这摆对抗新冠病毒生产疫苗，台湾嘛做会到。